大家好，我叫做老馮。2026世界盃第一階段小組賽終於完咗，32強正式出爐，29日凌晨便場場決戰。講真，今屆世界盃真係有啲多到睇唔切。決賽周開始之前，我仲特登用 AI 幫我揀咗9隊國家隊，直接加晒落日曆，方便追住睇。點知之後先發現，我竟然冇揀到南韓。結果我揀嗰9隊全部順利晉級，反而韓國隊就提早出局，真係幾戲劇性。今條片我唔會分析32隊邊隊最有機會再晉級，亦唔會預測法國同阿根廷邊隊會奪冠，反而我想分享3個自己最關注嘅重點。第一，英格蘭。講真，我對杜曹嘅選人一直都有保留。之前英格蘭入準決賽攞過第4名，起碼證明有衝冠軍嘅能力。但今屆杜曹大隊小組賽只得1勝2和，表現真係令人失望。尤其係放棄哈利麥加亞，我覺得係一個幾大嘅錯誤。雖然我係死忠球迷，好希望有生之年見到英格蘭捧杯，但現實啲講，今屆要實現呢個夢，機會真係好細。第二個重點係今屆最奇葩嘅佛得角，3場小組賽入面，佢哋有2場0失球，最後一場又同沙地阿拉伯打成2-2。最神奇係佢哋3場攞3分，得失球係0，竟然壓過同樣3分但負1球嘅韓國，成功晉級32強。佢哋會對住3戰全勝嘅阿根廷。問題嚟啦，呢支未輸過嘅小國係咪一定會輸俾美斯？佢哋防守能力真係好強，會唔會再守到和波，拖到加時，甚至12碼？如果真係去到嗰一步，一個神奇門將隨時可以再創奇蹟。其實對佛得角嚟講，佢哋已經贏咗，冇壓力，可以放開嚟踢，反而壓力就落喺阿根廷身上。第一，阿根廷會唔會輸唔起，變得患得患失？第二，會唔會太輕敵，好似韓國咁一個唔小心就出局？呢場波真係好值得期待。最後一點就係美斯、C 朗、拿度2位球王今屆都再創紀錄。C 朗、拿度創造咗連續6屆世界盃決賽周都有入球嘅紀錄。坦白講，呢個成就真係好難破。以我睇法，未來20年之內，可能只有西班牙球員也馬有機會挑戰，甚至打破。至於美斯，佢已經成為世界盃決賽周入球最多嘅球員，而且紀錄仲有機會繼續刷新。仲記得上屆之前，美斯一度心灰意冷，甚至諗過唔再踢國家隊，但最後唔單止回歸，仲成功攞到世界盃冠軍。咁今屆呢，佢可唔可以完成連霸，真係要拭目以待。C 朗拿度方面，如果葡萄牙最後都未能奪冠，佢嘅職業生涯可能真係會留低少少遺憾。畢竟佢已經攞過歐國盃，只差1個世界盃。我冇八爪魚，亦冇水晶球，結果會點，真係冇人知。今屆賽事時間真係幾辛苦，各位球迷都要撐住。好啦，今次隨意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都有自己支持嘅球隊，記得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冠軍究竟屬於邊個國家隊呢？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訂閱同分享。我哋下次再傾。